我哋就睇一睇住客點樣描述漏水狀況。麻煩講一講個漏水狀況，點解會咁嘅呢度？原先咧咁啊，發個廁所就有水流出嚟啦，跟住發個門口嘅漱口粉嗰啲位置咧都開始變色，深色啊，係啦，開始深色啦，同埋有一個方向性咁樣流，慢慢向出啦，係啦，向個廳係啊，去到廳嗰個範圍啦。咁但係原先都唔為意，係出邊咧個牆咧，開始發現先。呢啲係啦，係啊，呢個牆係第一。但係你呢度新入伙嘅啫喎。係啊，冇錯，新入伙，跟住入咗住咗，開始交咗啦幾耐？交咗約莫佢6月尾交俾我嘅，咁我入住就7月尾我先入嚟。即係半年唔夠啦。係啦。OK， 好。咁我開始正常生活，咁啊用水啊成啊，跟住就望到個牆咧就起個泡先嘅首先。係。咁啊叫師傅翻上嚟再執一執個牆啦，咁啊再執完之後咧，又過多幾個禮拜啦，佢又再起過，跟住就開始奇怪啦呢一樣嘢，跟住我就開始望下周圍嗰啲位置啦，咁我發覺咧我門口嗰啲洗手間門口嗰啲咧就有啲水痕喺度啦。係。同埋深色咗啦啲漱口位。係啊，冇錯。咁啊同翻師傅講啦，咁佢開始幫我調查呢一個廁所發生嘅事啦。咁啊預計有可能呢啲位置漏水啦，同埋本身可能外牆出邊咧，佢有啲位置爆開咗，咁佢都出去幫我補翻晒全部嘅位置嘅。係。嗰度係。OK。係啦，咁啊都係發現唔到個漏水嘅源頭，咁就開始幫我撞開呢啲位置度睇啦，因為佢啲水開始流出嚟咧，係流到我個大門咧。係直情係呢度撞開咗，係明顯有水，直情係摸到有水嘅。摸到係濕嘅，冇錯。OK。咁佢本身個防水層都冇問題嘅，即係鑿開呢一忽嚟睇啦。跟住咧，佢開始有嘢奇怪啦，跟住連個防水層都打爆埋去，就去到最底嗰一陣咧，就發覺咦都係濕喎咁樣咯。咁啊開始就試下第啲方法，可唔可以止到水啊、咁樣。咁啊，但係都係揾唔到嗰個源頭啊。唔緊要，我哋會幫到你嘅呢啲，對我嚟講好小問題。咁我想知道熱水爐喺邊個位？熱水爐喺廚房。好，麻煩帶一帶去睇睇。如果方便嘅開燈，光慢啲好啲。係啦，光慢啲可以睇得好啲。又係咁樣入咗個位。OK， 入牆熱水爐得。OK， 好。紅外線顯影下，漏水無所遁形，確認漏水位置再進行工程，先可以真正解決漏水問題。漏水其實一個好繁複嘅問題，如果胡亂去做工程，睇唔到會解決到問題。所以如果要解決到漏水問題，首先應該揾漏水專業人士用唔同嘅儀器，確定好漏水問題先至定點做工程。如果唔係，只會浪費時間及金錢。K21 漏水檢查預約WhatsApp 92185392。